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。睇片之前呢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啊！大家好，今日西九龍裁判法院傳嚟一個消息，一個32歲嘅男廚師因為賣咗自己嘅 Alipay 戶口俾人用嚟洗黑錢，最終被判監11個月，仲要罰款4500蚊，同埋要全數賠償俾4個受騙市民。呢單案背後就係大埔宏福園5級大火之後，騙徒最無恥嘅一宗發災難財行為。大家仲記唔記得舊年11月26號宏福園嗰場5級大火，燒足幾個鐘頭，造成168人離世，包括一位殉職嘅消防員，仲有成千上萬居民一夜之間失去家園，全香港人都好痛心，大家自發捐錢捐物資，希望幫到啲災民渡過難關。政府即刻成立咗大埔宏福園援助基金，社福機構都開咗緊急救濟渠道。點知就喺大家最想幫手嘅時候，有啲人竟然將善心變成自己嘅發財工具。呢單案嘅起因係有騙徒喺社交平台 Threads 上面假扮宏福園災民發帖，話自己屋企燒晒，生活無依，急需善款幫手。佢哋貼出 FPS 轉賬賬號，叫大家掃碼或者轉數幫忙。29號同30號兩日就有4個好心市民信以為真，合共轉咗超過25000蚊過去，以為自己幫到真正嘅災民。呢啲錢本來應該係用嚟買飯買藥，幫小朋友或者老人家重新起步，結果落咗入騙徒嘅口袋。警方調查之後發現，呢個 FPS 賬號背後連住一個 Alipay Financial Services 香港賬戶，戶口持有人就係今日被判刑嘅詹樹成。佢係一個32歲嘅廚師，喺2025年10月自己開咗呢個戶口，之後以3800蚊嘅價錢喺 Facebook 賣咗俾人。短短幾日之內，呢個戶口收到46筆入賬，總額高達64886蚊4毫5。之後資金好快就被轉走。銀行喺12月1日凍結咗戶口，第二日就將詹樹成拘捕。法庭上，詹樹成承認咗一項處理已知或相信為可公訴、罪行得益嘅財產罪。裁判官聽完控辯雙方陳詞之後，明確指出，雖然被告話自己唔知呢筆錢同宏福園騙案有關，但涉及金額唔細，行為嚴重影響咗社會對善款嘅信任，最終判咗佢監禁11個月，罰款4500蚊，同埋要向4個受害市民作出全額賠償。呢個判決係對所有想趁災難揾食嘅人一個清楚警告。香港法律唔會姑息呢類行為，賣戶口唔係小事，係會坐監嘅刑事罪行。但係呢單案呢，絕對唔係宏福園大火之後唯一宗騙案。事實上，火災發生之後，警方同私隱專員公署接獲嘅報案多到嚇人。警方喺12月初已經公開話接獲至少19宗同火災有關嘅懷疑詐騙，涉款超過5萬幾蚊。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，由網上假冒災民到實體冒認申請援助金，再到假冒機構網站同短信，簡直係無所不用其極。其中一宗好典型嘅案就係36歲無業漢馮俊傑。呢個人喺火災之後，利用一張早前從另一宗電話騙案偷嚟嘅他人身份證副本，喺11月29號去大埔社區中心假扮宏福園宏盛閣某個單位嘅災民，成功騙取緊急救濟登記證，亦即係大家俗稱嘅災民證。之後佢再用呢張證同身份證副本，分別去民政事務處、樂善堂朱定昌頤養院同聖公會救主堂幼稚園，假裝自己係真正災民，成功孖走合共18000蚊嘅援助金。其中民政處俾咗1萬，樂善堂3000，聖公會5000。馮俊傑被捕之後，被控5項罪名，包括欺詐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。警方大埔警區刑事調查總督察沈文偉喺記者會上強烈譴責呢類行為，話騙徒喺香港經歷重大災難嘅時候，利用社福機構嘅慷慨解囊，簡直係喺死人身上揾食。案件經過多次提堂，警方仲要進一步調查佢有冇牽過其他機構，包括向社署職員錄口供、做文件指紋校對同銀行查賬。
直到2月同4月嘅庭訊，案件仍然喺跟進緊，證明警方絕對唔會放過任何一宗。除咗冒認災民呃援助金，網上嘅騙局更加猖狂。有人做假嘅社福機構網站，標榜係幫宏福苑災民籌款，誘導市民捐款；有人發短信假冒政府或者紅十字會，話你已經捐咗5000蚊，要你打電話確認或者提供銀行資料。仲有人呢，就用 AI 生成假嘅捐款收據，之後去庫務處申請稅務扣除。有單案呢，就係一個中醫師喺1月15號被捕，因為提交咗一張 AI 做嘅25000蚊捐款記錄，想扣稅，結果銀行查證根本冇呢筆錢，庫務處人員一眼就睇出文字係 AI 生成啦，立即報警。私隱專員公署鍾麗玲專員都發咗強烈聲明，話留意到有騙徒假扮義工派發虛假嘅大埔宏福苑災民登記表，去災民度騙取姓名、身份證號碼、電話、銀行戶口、信用卡資料，甚至提款卡密碼同驗證碼。呢啲資料一旦落入騙徒手，後果可以係銀行戶口被盜、信用卡被刷爆。公署呼籲所有市民千祈唔好隨便提供敏感資料，要透過官方渠道，例如一戶一社工計劃去申請資助。警方仲拘捕過一名27歲持雙程證嘅中國女子，佢係假冒社福機構網頁嘅傀儡戶口持有人，騙徒用佢嘅戶口收善款。警方一發現就聯絡網絡安全事故協調中心，將假網站即刻移除，同銀行凍結戶口。雖然暫時冇市民中招，但呢類案證明騙徒已經有組織、有預謀，專門針對香港人嘅同情心下手。更加離譜嘅係有假義工喺災區附近派發所謂援助申請表格，話要幫災民登記，但表格上面要求填銀行資料同密碼。街坊發現唔妥，質詢佢哋之後，呢班人就即刻落荒而逃。政府同警方多次發出防騙通告，提醒大家捐款只可以用官方公布嘅銀行戶口，例如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。掃二維碼之前一定要查清楚發出人係邊個。收到任何要求提供密碼或者轉賬嘅短信或者來電，立即掛線同報警。呢啲騙案唔單止呃走咗善款，更嚴重嘅係傷害咗全社會嘅信任。宏福苑大火之後，好多市民捐款捐到手軟，好多義工日夜幫手派物資，陪災民傾訴。結果因為呢班無良分子，大家開始懷疑網上嘅求助貼文，真正有需要嘅災民可能因此得唔到及時幫助。呢種行為唔只係刑事罪行，更加係道德上嘅嚴重缺失。喺大家最需要團結同溫暖嘅時候，佢哋卻選擇用最卑鄙嘅方法去破壞呢份團結。回顧過去幾個月，警方同執法部門嘅行動好快好嚴，從12月拘捕馮俊傑，到之後陸續破獲假網站、假短信、AI 假收據，同今日湛樹成被判刑，每一單案都係對騙徒嘅重擊。裁判官同警方多次喺庭上同記者會講，呢類以災亂港嘅行為絕對唔會被容忍。香港係一個法治社會，無論你係賣戶口、冒認災民，定係做假網站，法律都會追究到底。但單靠執法唔夠，我哋每一個市民都要做自己嘅防線。捐款之前問多一句，呢個賬號係官方公布嘅咩？呢個貼文有冇官方連結？如果有任何懷疑，寧願打電話去政府熱線或者社福機構確認，都唔好亂轉數。同時，如果發現身邊有人收到可疑短信或者貼文，記住即刻提醒佢哋，或者直接報警。警務處有防騙視伺器，私隱公署都有熱線。大家嘅警惕就係對騙徒最大嘅打擊。宏福苑大火係香港近年最嚴重嘅災難之一，佢帶走咗好多生命，同時亦考驗咗我哋嘅人性。當大部分人選擇伸出援手嘅時候，總有少數人選擇落井下石。但係我哋唔可以因為呢班少數人就失去對人嘅信心。相反，我哋要更加團結，用正確嘅方法去幫助真正嘅災民，讓善款一分一毫都用到實處。今日湛樹成被判刑只係一個開始，警方仍然喺調查緊其他未破嘅案，法庭會繼續將呢班人繩之於法。我哋作為市民就要繼續保持警覺，繼續用善心去支持官方援助渠道。
希望經過呢次教訓之後，香港可以更加團結，更加小心，唔再俾任何騙徒有機可乘。最後，我想對所有宏福苑嘅災民講一句：你哋唔係一個人，我哋全香港人都同你哋一齊。對所有好心捐款嘅市民講，你哋嘅善心冇白費，只要捐得正確，就一定幫到人。對所有想發災難財嘅人講，收手啦，法律同公義一定會追到你哋。呢場大火雖然燒毀咗好多嘢，但燒唔毀香港人嘅互助精神。只要我哋齊心，善款就會用到最需要嘅地方，正義亦會得到彰顯。感謝大家聽落去，記住警惕係我哋最好嘅武器，善心係我哋最大嘅力量。多謝大家收聽。嗱，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，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，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，有其他唔同嘅題材，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，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係咁先，拜拜。